活期同埋定期唔再係你父母最穩陣嘅選擇，佢叫做綠色債券。唔使驚唔識㗎，我而家逐一話俾你聽。第一，喺1967年之前出世嘅人咧就可以買到㗎啦，即係咧60歲以上啦。第二，回報有幾多呢？3年保證咧就係4.25。佢仲要可以保底喎。如果咧通脹係高過4.25嘅話咧，佢就會跟翻個通脹，以高者為準。簡單嚟講咧，你就唔會蝕啦。幾多錢一手？1萬蚊。點樣申請？你去翻平時嗰啲銀行啊，又或者係指定嘅證券 App，譬如牛牛啊，都可以做到，好簡單嘅。最緊要幾時申請？係8月21號星期五朝頭早9點鐘開始，去到9月4號星期五下晝2點鐘截止。唔好臨時好急先嚟搞啊！正式發行咧就係9月15號。之前每一年咧大約派到幾多手呢？22年咧就係21手，23年咧就係23手，24年咧就24手。咁所以咧，其實大致上咧都可以派到咁多嘅，最少都一定有1手嘅。所以如果你阿爸阿媽咧或者身邊有個60歲嘅親友咧，想穩穩定定咁樣收息咧，咁就要記住8月21號啦。詳細嘅資料咧，我就會放喺內文 save 低去慢慢睇。